邁進新領域，聯繫教育未來。火可以取暖，可以成為生產電力嘅好幫手，亦都會為人類帶嚟災害。今日我會為大家簡單講解火三角嘅原理，以及日常滅火嘅基本方法，都會提到香港住宅最常見嘅火災風險，同埋大家要注意嘅消防安全事項。火三角係啲乜嘢呢？火嘅燃燒其實只需要3樣嘢同時存在，就好似一個三角形一樣，缺一不可。呢3樣嘢分別係燃料、氧氣、熱源。燃料就係火嘅食物，例如係木頭、紙張、布料等等。氧氣就係火可以繼續呼吸、繼續燃燒。熱源就係點火嘅嘢，例如係火柴、電線短路、煙頭等等。滅火就係針對呢3個元素，揀選最安全、最快捷嘅一種。第一就係冷卻，亦即係移除熱源。我哋可以用水淋熄燃料，又或者令到四周圍嘅環境冷卻。最適合係一啲燃燒緊嘅紙張、木頭、布料等等。但我哋都要記住，如果燃燒緊嘅係油、電器或者金屬，我哋就千祈唔能夠用水啦，因為咁樣係會更加危險嘅。第二個方法就係焗熄佢，亦即係移除氧氣。我哋可以用煲蓋、濕毛氈、滅火氈冚住啲火，等空氣唔能夠進入。最常用就係喺廚房嘅油火入邊。我哋亦都可以用二氧化碳或者乾粉滅火器，佢哋會冚住啲火，又或者隔絕氧氣。第三就係拎走火嘅食物，亦即係移除燃料。我哋可以3煤氣掣移走一啲可燃燒嘅物品，分隔火源，適合喺一啲氣體洩漏或者細範圍嘅火災。但係大家記住，不論火勢係如何造成，當火太大、煙太黑，就千祈唔好逞強，應該要立即逃生同埋打999報警。香港有好多嘅住宅都係高樓大廈，火災一旦發生，煙霧同熱氣會上升得好快。以下就係大家可以留意嘅安全小貼士。第一，後樓梯千祈唔能夠擺放雜物。後樓梯係火災發生時候最重要嘅逃生通道。如果堆滿雜物，一旦發生火災，呢一條路就會堵塞，全層嘅人亦都唔能夠離開。見到以上嘅情況，必須要即時處理。大家應該一齊提醒管理處或者業主立案法團，保持通道暢通。第二，我哋可以安裝同保養合資格嘅火警偵測器。火警偵測器能夠喺火勢蔓延之前及早發出警報，等大家有足夠嘅時間逃離。另外，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家居小錦囊。煮食嘅時候記得唔好離開爐頭。電器唔用嘅時候，亦都要掹開插頭，避免短路。大家亦都要記得參加大廈嘅消防演習，一齊練習逃生路線。同學仔，考考你，如果煮嘢食落油嘅時候唔小心引起火災，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呢？答案就係用煲蓋或者濕毛氈冚住火，但大家記得要視乎情況。如果非常大火，大家要即刻逃離現場，然後打999報警。